这田里拢会放这稻草人来赶鸟啊。伫家己新港呢，就农民甲这个稻草人装作是电影内面的僵尸甲道长，看起来真趣味，咱做回来看。8岁的田内底有一个戴青条官帽、佮穿乌衫的人影，后壁佫有一个穿黄衫、打扮亲像道士的人，行较我甲看，才知影是农民做来要赶鸟仔的草人。有一点点怕啦，有的是放那个炮，那个什么冲天炮啦。无效啊，叫僵尸在看嘛，无效。点着炮啊，要来赶遐想要食稻仔的鸟仔，家己管离奇的稻仔，准备要来收成。农民就讲，鸟仔食剩的才是因的，所以为着要赶鸟仔，才会想各种办法。加几百只的，差不多无几工规区食了了。吃剩下就是你的，那就是几乎剩下不到一半了。对你如果往那边去，你如果看到一大片这样下去的，它是一大片就在下面这样蹲着，就是在下面吃啊。农民讲，赶鸟仔的锁啊，反光的物件也是草人，甚至时间到就会崩的炮啊，拢是一段时间有效，久来鸟仔嘛袂惊。一寡少年的农民发挥创意，做趣味的草人来消遣，食苦当作食补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